弟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让我们在崇拜的当中享受主的安息，并且让我们在基督里蒙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事工、服事的人员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的服事的同工，所有的事工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蒙上帝的看顾保守，都能够顺利的来运作。愿上帝来祝福。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用你大能的右手扶持我们，你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的高台，又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依靠你的必不羞愧。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祷告。你是信实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崇拜的当中来遇见你、朝见你，也让我们等候你的来临。愿你施恩来看顾，为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顺利的运作，所有的安排都能够按照你圣灵的运行带领。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在任何地方都护卫他们十分的平安，看顾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是大斋期第3主日，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敬爱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让我们以你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也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论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这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在今日的敬拜中聆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的，阿们。诗歌敬拜，请大家站立起来，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先唱第1段、第2段，然后中间有间奏，再唱第3段。今天的诗歌是：这是天父世界。说天父奇能，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其鸣，清晨明亮，百花美丽，证明创造精神，这是天父世界。随处能听他言，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往宇宙同
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今天的起应经文在诗篇第63篇1到8节，诗篇63篇1至8节，在旧约的591页。由我来起，会众弟兄姐妹们来应。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同诵。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在床上纪念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因为你曾帮助我。让我们一起来，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公祷，让我们一同来关心这个世界，一起来祷告。我们为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来祷告，希望基督教的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到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台南安平堂彭美玲牧师来祷告，为教会能够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还有牧者同工的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和平安能够早日降临。愿主安慰各地受苦的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我们也求主赐福，并带领我们的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与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以上是我们的祷告，感谢主。
让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我们由品纯弟兄来攻读。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以赛亚书第55章1至9节。以赛亚书第55章1至9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悦。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1至13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1至13节。第1节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提摩太后书1章1到18节，在新约234页，由我来攻读。奉上帝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祈祷的时候，我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诗班献诗。今天我们献诗的曲目是《永活的神》。
正道时间，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由杨杰传道来为我们传讲今日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如火眺望起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荣幸第一次来到荣光堂分享上帝的话语。我自己是桃园人，我太太是高雄人，过去在台北牧会，而今年开始呢，神带领我在高雄展开新的生活。上个礼拜这次过年之后，高雄也真的是有些的寒冷。终于这一周当中呢，再有一次的天气的回暖，愿主赐福大家，我们能够有身体的健康。我的老家桃园呢，家里有一块小农地，小小的农地。冬天冷的时候，我妈就很喜欢生火，生火，因为呢，在火堆旁边烤火是一件非常舒服和放松的事情。我想到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心里也会冷淡，我们就需要火帮助我们暖和起来，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灵。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对人的爱，能够再一次的恢复温度。因此，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如火眺望起来”。生火需要火柴，或者是木材，而今天的信息，我要透过5支火柴，求主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如火眺望起来。在进入到今天信息以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谢谢你赐下美好的天气，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再一次的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中。我如此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支火柴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有生命的应许。经文的一开始呢，保罗问安，他说：“奉神的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强调自己的身份，他非常的知道自己是谁。他说：“我是使徒，并且他说我是奉神的旨意。”他不是奉自己的旨意，他不是奉别人的旨意，他是奉神的旨意。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在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如果我们去翻的时候，书信的一开始开头，当保罗在问安的时候，他都强调自己是奉神的旨意，是神的使徒，是有忠心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奉神的旨意，当一个人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就带出积极的行动。而奉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保罗，每一位你我坐在这边，我们上帝的子民，我们属上帝的人，我们都是奉上帝的旨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有目标，我们是有使命的。你我都是奉神的名要来荣耀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好的影响力的人，并且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阿们吗？愿上帝赐福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那边，保罗提到，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奉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服侍。奉神的旨意，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忠心做好我们的工作。奉神的旨意，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母亲，属灵的父母，带领我们的孩子。奉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结婚建立家庭，所以甚至你可以说，我奉神的旨意
嫁给我的丈夫，奉神的旨意，我娶我的太太成为我的太太。奉神的旨意，今天我要搬家，我要出差，因为神带领我每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志，而有一个前提是，我们要凡事寻求主。所以我每次都想到我自己大学，我是读淡水基督书院的，我们的校训是箴言的第9章第10节，那边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当我们凡事寻求主，顺服主的带领，我们就有信心。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教会、家庭、职场，甚至是学校，我们都能够奉神的旨意过敬虔的生活。奉神的旨意是我们有神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今天生命的应许是今天神竟然要我们活在这世上，竟然差派我们到我们的职场，甚至让我们来到教会，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和力量，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奉神的旨意，我们的工作，我们有生命的应许，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能够来服侍神。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你有生命的应许，我们都有生命的应许，意思就是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第二支火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感谢与侍奉神。今天的经文的第3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处境是什么？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当中要准备被处死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监狱当中等死，你有什么感受？当保罗面对死亡，他却在信心当中，他心里充满着对神的感恩。今天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要感谢神，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呢？在困境当中，我们常常抱怨神，抱怨人对我不好，我们怪环境不友善，怪神不公平。我们在不顺的时候，我们有太多抱怨的理由。可是我们今天却看见保罗在信心当中，即使是困难，他依然向神感恩。保罗说他接续祖先，这个祖先我认为是亚伯拉罕，他就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之父。保罗接续亚伯拉罕，用清洁的良心侍奉这位信实慈爱的神。其实今天你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都要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我们的神。保罗在艰难当中，他感谢神使用他。他在祷告的时候，想念着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想念着他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边说到祷告，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像一位看不见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好像感受不到回应，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像在对空气说话一样。所以提到祷告，首先要提醒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垂听祷告。神垂听你的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不见得会照我的意思，但是当我们透过祷告，我们会经历到神引导我们，经历到神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信心刚强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可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更要祷告。总之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腓立比书第4章第6到第7节怎么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永远不要放弃祷告。另外在祷告当中很重要学习的是，我们要对我们有关心、对我们爱的人有感动。什么意思？要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祈求。经文的第4节，保罗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弟兄姐妹，当你想到你关心的人，当你想到你的家人，当你想到你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迫切的为他们祷告？
甚至当你想到你的丈夫或者是太太，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你是不是想要赶快的见到他们？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关怀人的牧者，他为他的弟兄姐妹祷告，他满怀期待，赶快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弟兄姐妹，主日结束之后，又是一个礼拜的生活，你会期待赶快来到周间的小组，来到周间的祷告会，来到主日当中，好希望赶快来见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吗？如果我们每次满怀的期待来到教会，能够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就充满喜乐，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绝对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多久没有为我们的家人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特别是当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有困难的时候，祷告可以让神来工作。透过祷告，我们无法做的，可以让神来做奇妙的工作。今天当我们被上帝的爱充满浇灌，我们就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感谢神，因为神的喜乐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神垂听祷告，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所爱的人，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要常常感谢神，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并且我们每天的能够来侍奉神。第三支火柴是如火挑旺起来。第5节，保罗提到提摩太心里有无伪之信。无伪之信，无伪是什么意思？就是是真的，是真的，就是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信仰。而这个信心呢，是传承而来的，是接续他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友尼基的信仰，传承给了提摩太。这边让我们看到信仰需要传承。我看到周报，我知道荣光堂即将满60周年，信仰的传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对每个教会都是。信仰的传承今天不是只靠我们要求我们的子女，当然我们的子女现在越来越不容易被我们要求了，要求来聚会，当然这些也很重要，鼓励他们。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我们自己能够真实的活出对神的信靠。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依靠上帝？当我们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求神对付我们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夫妻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彼此沟通、认错、道歉，并且和好？而这些行动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活出一个无伪之信，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我自己有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2岁，都是男孩。我觉得他们聪明得不得了。常常我在家里，我觉得最真实的生命和性格都在他们的面前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假装不了，我真的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上个礼拜主日，我去一个教会证道，在聚会当中，主任牧师有感动分享一个经验。他说他在浇花的时候，还用那个洒水器浇花的时候，一开始呢有水，可是怎么发现后来就没有水了？怎么按都挤不出来，是水管卡住了吗？怎么按都没有水。他问弟兄姐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原来是我的水龙头没有开。水龙头没有开，怎么会有水？是原本那一点点积的水怎么样，把它喷出来。”他说：“靠着一点点的水浇不了花的。”他的体认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常常靠自己活不出上帝的爱，活不出爱神爱人的生命。除非我们的生命能够对准这位生命的源头，对准这位爱的源头的上帝，能够被神的爱源源不绝的浇灌供应，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爱人，我们才能够被神的爱有浇灌的经验，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真实的信仰。因为福音是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而我真实的活出爱的生命，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耶稣爱他。这个无伪之信，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在他的外祖母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友尼基的母亲友尼基的心里，也在提摩太的心里。
弟兄姐妹，在心里绝对不能只有在心里，在心里也要传出去，在心里要活出来，要传出去。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罗以和友尼基是怎么样影响提摩太的，但是肯定他们是把真实的信仰活出来，传承给了提摩太。只是放在心里会失去的，可是当你传出去的时候，真实的信仰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求主赐福我们，赐福荣光堂，让我们都能够活出真实的信仰，并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信仰可以传承下去。经文的第6节，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为什么需要挑旺？因为火不旺了嘛。可是火不旺却还没有完全浇熄，所以需要挑旺起来，火要传下去。在奥运会上面，我们看电视，在奥运会开幕的时候，选手会有一个象征的行动，他把这个火把传承给下一个选手，象征把一个精神传承下去，而不是只留在自己的身上。也就是告诉我们，美好的生命需要透过分享才会越来越丰富，因为留在自己的身上只会朽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突破，我们对神的信靠要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更加的坚定。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我觉得信仰跟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信心跟之前一样，我们不能说你的信心跟10年前一样，如果一样，你就是退步了。我们对神的信靠一定要比10年前更对上帝有信心，对神更加的渴慕。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承认现实的生活，我们是会有信心软弱退后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想起神的话语，神就让我们透过各样的环境，透过各样的人，让我们的信心被挑旺起来。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大卫，他的失败就是在软弱当中，他犯罪跌倒，他在罪恶当中悔改，可是这也成为帮助他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悔改认罪，所以我们读旧约的诗篇，想到上帝重新的悦纳他，更新他的生命，并且给他出路。新约的彼得，当他3次的不认主，依靠的是他自己的血气，可是同样主透过3次的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就重新的再一次经历耶稣的怜悯接纳，使他重新的被挑旺起来。提摩太是一个容易胆怯的人，容易退缩，所以保罗特别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什么心？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想到在约翰福音，同样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说的，对门徒说的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耶稣叫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这2样思想对我们的生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有的时候你想多了，就对你的生命会有软弱。所以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以不胆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刚强的，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3章16节，我们起来读这些经文，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今天无法靠自己刚强，我们无法自我鼓励，很多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笑了，可是我们真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更新我们，帮助我们靠着主的荣耀圣灵，让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像提摩太一样，有保罗的提醒，我们都需要被主挑旺。信主很多年，很多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让我们觉得不去追求了，让我们觉得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知道；我们跟人的关系如何，我们心里知道。所以我们要求主重新的眺望起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火热的爱神，我们要求主眺望我们与我们配偶的关系，我们要求主眺望我们与我们孩子的关系，我们要求主眺望我们与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神重新的帮助我们眺望起来。好的关系需要眺望，求圣灵眺望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好。另外，我们需要被提醒，好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时候，有一颗谦卑柔软的心。提摩太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是因为他有一颗谦卑柔软愿意被提醒的心，是他愿意谦卑领受，而神的恩典就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刚强不是血气的勇敢，而是对罪、对仇敌、对魔鬼有一个坚定的拒绝。坚定不向魔鬼和试探屈服，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往往相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对魔鬼，我们对试探说：“没有关系啊，就听你的，我就享受一下这个最终之乐，没有关系啊，听你的。”可是有的时候，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却对耶稣说什么？耶稣，我不要听你的了，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就这样就好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心里刚硬的像石头一样。我们要对人有爱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际的互动，常常我们是对人没有爱，有的时候我们欺善怕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对神的信靠，让我们能够对神有一个爱心。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经文的第9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我们，我们无法靠我们的行为讨神的喜悦，关键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靠神，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信靠回应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服侍人，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先爱了我们。今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期要，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就这样回应上帝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机会、时间、体力，让我们能够来荣耀神，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甚至为福音受苦，并且成为我们的荣耀。第4支火柴，持守神的托付。11节，保罗提出自己为福音有3种身份，他说我是做传道的，是做使徒的，是做师傅的。这3个身份来自于上帝对他的托付，也就是再次的说，保罗我是奉神的旨意，而保罗的托付来自于神赐给他极大的使命和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做任何的服事，甚至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家庭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神赐给我们极大的力量、热情跟盼望，不然我们做不了这些。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加拉太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那边说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所做的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力量。所以保罗甘愿说，我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传福音还要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信耶稣、服侍主应该是要好好的享受，没有错，享受主的恩典。可是保罗强调，他是为福音受苦的。保罗经历许多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可是对他来说，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
他经历到了他被耶稣光照，而如今他更看重的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他也为基督而活。所以在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他那边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如果我们觉得信仰这条路很不容易的时候，让我们来想想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基督徒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我们一定会经历到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交托、交付其实是保罗领受神的使命，并且要完成的。这是同样是神赐给我们的，同样也是我们要来献给神的。今天神交给我们不同的任务，可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完成。今天我们要做任何的挑战服事，我们要有一个确信，是神会把那个力量、恩典赐给我们。保罗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知道就是认识，因为他实在是经历到太多的恩典，所以他敢说这位神一定会保守我所做的。所以彼得前书第4章19节那边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耶稣在受苦的时候，他依然把自己交托给父神。今天当我们感受到挫折、灰心的时候，我们依然把自己交给神，因为我们相信神必定要成就他的工作，神的旨意一定在我身上有美好的带领。神是一位好神，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经文的第13节那边保罗说纯正话语的规模。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指的就是在一个范围当中经过整理和归纳的真理。好像每次主日我们用什么来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们用使徒信经来承认并且宣告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这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简单扼要的了解基督信仰的真理。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经历异端的攻击，有教会分裂的危险，也有来自于政府的逼迫，可是信仰的告白就成为他们坚定的力量。他们虽然经历到很多的困难、艰难、逼迫，可是越是困难，越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要我们在耶稣里面因着信心和爱心来持守，要守着交托给你的圣道。交托给你的圣道，不要想好像今天我得到一本圣经，我们就好好的保存，我们不去读它，我们放在书柜里面，甚至放到一个防潮箱里面，它不要坏掉就给它放着，好好的守住它。这不是守住，守住是什么？守住是你去读神的话语，守住是你心里存记神的话语，守住是你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用你的口，用你的生命能够来传扬。所以守住是我们心里存记，是我们活出信仰，是我们天天传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考验当中，全然的倚靠神的信实和能力，守住神对我们的托付，每一天在我们的教会、家庭、生活当中持守神的托付。最后一根火柴，神的爱激励我。接下来经文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弟兄姐妹可能在读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强烈，让我跟大家来分享。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亚细亚是一个区域，而圣经的启示录的7间教会就是在亚细亚这一区当中，是保罗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传福音侍奉的地方。可是今天当保罗被抓了，当他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亚细亚这些他花很多时间去关心栽培过的人，现在竟然都离弃他了。再次让我想到，当主耶稣被抓，他的门徒也四散离弃他。
保罗应该有很多的理由来抱怨，可是我们却从整卷书当中看不到保罗一丝丝自怜自爱的心情。保罗也是人，他绝对有情绪，可是当保罗面对现实的状况，他依然看见主的恩典。首先他提到2个人，一个是腓吉路和黑摩奇尼，这2位是在亚细亚教会当中保罗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帮助他们的，同样也是提摩太所认识的人。可是当保罗被抓最需要关心帮助的时候，这2个人却离弃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成为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当人在最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或许是我们信仰最需要坚持的时候，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要以为基督受苦为我们的荣耀。我们要像另外一位保罗所称赞和纪念的人，他的名字叫阿尼色弗。阿尼色弗这个名字有一个意义，是患难中的帮助者。当保罗被囚禁、被关起来，阿尼色弗却在罗马的时候不断的寻找保罗。当众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甚至以他的锁链为耻，不去理会他。可是今天就有一个人，阿尼色弗却坚持的找到保罗，向保罗表达他不离不弃的爱心和关心。保罗也特别提醒提摩太，其实今天也是提醒我们要纪念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为他们的榜样和表达对人不离不弃的爱和怜悯的心。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天国发福里面其中一个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的人必得到连续。我们今天求主连续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连续别人的人。18节的后面，保罗说他在以弗所怎样服侍我，就是阿尼色弗怎样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是你提摩太知道的。意思是今天我告诉你，你既然知道了，你就照着做吧，你就照着行吧，去关心你身边需要关心的人。不仅是关心我，为我祷告，你也去关心、去祷告、去帮助你身边需要鼓励的人，向他们显出耶稣不离不弃的爱。今天当保罗面对现实的无奈，他过去花最多时间陪伴的人，因为他的锁链遭遇而选择的离弃他。可是就有这么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人，努力的找到他，给他帮助，给他鼓励，让保罗清楚的知道，上帝透过人来安慰他、鼓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阿尼色弗吗？你愿意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帮助者、鼓励者吗？我觉得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很多的事情都是越分享就越少，可是爱很奇妙的是，爱是越分享就越多。最近有一个报告指出来，他说人要感受到幸福感，钱或许效果非常的有限，物质非常有限，可是今天当你慷慨的去分享、去帮助别人，你那个身体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让你快乐满足的，不论是多巴胺或是等等的，是一个人幸福的一个指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要越分享越多的。所以我们求主的爱激励我们，当我们越经历主的爱，我们越能够活出上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把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我们现在就可以想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更多的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的慕道朋友祷告，为我们制服艺人社区在这个课程当中班上的这些同学来祷告，为这些慕道有新朋友来祷告，让他们心里更加的柔软，让福音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话语，神透过5支火柴帮助我们如火眺望起来。我想到自己过去从台北牧会11年的时间，神带领和呼召我来到了高雄。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高雄生活。神带领我离开我的舒适圈，神的带领真是奇妙。虽然我还不知道神要带领我去哪边为主做工，但是我们家就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我想不是我很勇敢，而是上帝就是在特别的时候搅动我们，挑旺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的环境没有很大的变化，或许你日复一日，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任何的变动，任何的状况，都可以使我们因着依靠神，生命再次的成长。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斯布真，带领英国整个大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器皿。他在讲道当中分享，他说一个火车，它在铁轨上面，它无法启动。你帮它换了引擎，你帮它换了再多的零件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火车需要点火，以至于火车可以发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被主来点火，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爱不断的来激励我们，透过付出，透过经历到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抓住生命的应许。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天天的来感谢神，天天能够来服侍神，也让我们能够信心被神如火挑旺起来，靠着主的恩典，持守神的托付，让我们面对到许多不容易现实的状况，但是我们还是说，愿主的爱天天激励我们更爱神，激励我们更爱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的爱天天的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当中能够活出主荣耀的见证。很多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活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内心干枯，很多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有一些灰心退后冷淡的时候，但是主啊，愿你的爱天天的来激励我们。主啊，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主日崇拜，能够再一次的点燃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那颗爱主的心，能够再一次的点燃我们那颗爱灵魂的心，能够再一次的点燃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极大荣耀无比的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尽管不容易，但是我们紧紧的抓住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应许，紧紧的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每一天被你眺望，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谢谢主，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非常谢谢杨杰传道今天所传递的信息，愿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了解上帝对我们的恩赐与托付，也让我们如火被挑旺起来，努力的在生活当中活出来，传扬出来，把上帝的爱满满的分出去，以回应上帝对我们满满的爱。我们也非常感谢杨杰传道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回应诗歌，请会众们站立。那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先唱第一段、第二段，中间间奏，再唱第三段、第四段。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天父必看顾你。
奉献祷告，请我们预备心，恭敬地以金钱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呢，请您安静地坐在位置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神啊，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的机会、家庭的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故此你配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也求你同时献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应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教会呢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赐福，谢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的，阿们。请我们一同站立。请坐。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叫吴冠霖。是冠霖吗？可爱的冠霖，来，我们欢迎你。我们是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哦，欢迎，欢迎你的来到。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先坐在座位上呢，先唱第一遍，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再站起来，大家彼此问安。为了大家的健康的缘故呢，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拱手不握手。我们成为一家人，
笑，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非常好，请坐。我们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还有我们教会的肢体的消息。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冠您，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一次的欢迎，永远的欢迎你。OK， 好。本周主日呢，华语堂呢，我们感谢杨杰传道前来证道，我们也为杨杰传道家庭及事工祷告。下一周的主日呢，30号呢是圣光神学院的主日，我们将会请陈吉松院长来证道，也请弟兄姐妹们关心神学教育，并为神学院代祷奉献。我们从3月5号礼拜3圣灰日开始，教会就进入了40天的大斋期。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身体许可的话，除了主日外，以1天1餐进食的方式，作为大斋期期间，这个一直纪念到4月18号礼拜五。我们教会也会在4月18号礼拜五呢7点半举办受难日的祷告会，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来参加。原本我们在礼拜4月17号的祷告会呢，我们会这一次呢会并入4月18号一起来举行。教会将会在4月20号呢复活节主日呢，预备受洗及转入礼。如果有意愿受洗加入本会或转会籍入本会的呢，请你们也洽办公室来报名。牧师会在主日后呢，会在205的教室呢上洗礼前的课程及认识本会的基本课程。我们教会呢成人主日学已经3月9号开始了，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在6楼的大厅有雅各书及提多书，201教室有路加福音，请会友们选择一个班级来参与。教会呢，知福艺人学院已经陆续开课了，我们请大家能够为老师及学员的学习融洽，的这些气氛来代祷。那我们开课期间呢，我们在礼拜1、礼拜4、礼拜5下午这个时段呢，需要一些志工，所以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参与的话，欢迎你来做志工。相关的内容信息，我们请洽噪音社区干事。我们也请大家能够为教会的律本门徒课程为期9个月的门徒学习来祷告。那教会呢，韩国旅游团呢，将会在3月31号到4月4号由邵文弟兄带团出发，请大家也为所有的团员参访出入的平安来祷告。也请大家为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为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为教会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进入新一季的盼望。今年6月22号的主日呢，我们上午会举办堂庆，也欢迎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提供照片、文章、影片、贺词等这些资料呢，让教会来制作一些文书手册。收件的时间我们截止在4月底，并且请大家为本堂60周年的纪念礼拜来代祷奉献。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实体来参与礼拜4 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关心祷告。卫理公会呢，总会将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及办公空间使用，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为总会的新教大楼来捐款奉献。这个奉献呢，可以扣抵报税。奉献的专案呢，是由一群爱慕建殿者自行筹款制作的。奉献的时候，你可以上面登记一下，奉献新教育大楼。然后呢，教会呢，它有做那个马克杯。如果统一教会呢，有统一教会代为奉献呢，可以大家登记在那个布告栏上面 ，OK。然后因为它数量有限，大家的奉献心志呢，主必纪念。然后再来，我们关心一下我们的肢体消息，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很大，突然冷，突然热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保暖及天气的变化，留意居住环境及个人的清洁卫生，杜绝流行病的传染蔓延。我们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也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哦，并且为确诊者及兄弟姐妹的身体的治疗及复原祷告。也请大家呢参阅周报上面为会友们、长者还有生病的身体不适的代祷，请大家参阅周报，在每天你祷告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不知道牧师是否有要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补充哈。那有的人碰到大灾期会有点压力哈，那不用担心上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大灾期的禁食是一天，我们是推一天禁食一餐，所以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也可以按照你的饮食的状况继续可以来禁食哈。那我们礼拜天是不用去这个考虑的，所以礼拜天是可以，你整天都可以吃饭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禁食不是为了要减肥哈。虽然是刚刚这个我在上海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好像牧师好像感觉比较轻盈了，其实不是没有，其实是因为这个给自己的一个心志，就是给自己一个受苦的心志，刻苦己心，所以它是一个给自己一个操练的机会那请弟兄姐妹不用做难，就是能够可以的话才进行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我们的每一餐的费用可以成为我们的仁爱捐款，来协助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爱心事工所以请弟兄姐妹以这样的心志，我们来服侍。那特别我们最近在上律本门徒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个上帝的创造跟爱惜上帝的创造，所以大灾期的另外一个意义也是过简单的生活所以请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尽量的简化跟简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必要靠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或者是这些的东西来影响我们请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耐力跟这样的耐心能够来在禁食的当中，我们可以这样来坚持。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60周年的当中我们邀请大家真的要赶快把这个家庭里面的照片或者是我们的文章能够尽快的能够送来，好让我们的服侍的同工可以来使用跟大家讲一个不是秘密，但是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最近有一位50几年前曾经在我们这边聚会过的一位叫蔡阿娟姐妹，那她的后人来我们这边，然后来找资料，说要询问有没有这个人，他有没有名字在这边。那还好我们的干事帮我们找到了这一位姐妹，她的名字在我们的联络簿上，那所以他们的家人也很兴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以后要翻阅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得到我当时在哪里，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好，所以请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好好的能够来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可以给教会来使用，让我们可以来记录我们的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那最后一样就是我们的总会的宣教大楼的部分，那请记得你要有填写，如果你需要这个就是变色的马克杯的话，在我们的公布栏上面来填写，并且来为这个事情来奉献，交给我们的干事来处理那如果这个你不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也就是我们就一般的也可以爱心的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来奉献那这个是一个激励，
就是让我们可以透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那感谢总会感谢大家的一个奉献但是如果我们爱心奉献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其他的这些的东西，为了要来协助总会的一个奉献的话，那也可以用这样来直接在教会里面奉献也可以所以请大家也不用做难，就是我们为着总会的事工，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在10年前总会帮我们盖这个我们这栋楼房的时候，他们也有投入相当多的这样的服事跟奉献。那我们也纪念总会他们在这个建造这个宣教大楼的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志来协助总会的建造这样谢谢。会众请站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跟信息在我们的里面，愿你使我们能够如火挑旺起来，挑旺我们的心，挑旺我们的灵，挑旺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你有热情。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页。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